先來關心講啊，大道橋是中華統台中烏日的重要車路。這個月初二，先發生3台歐多拜加1台鐵馬相撞，結果後壁的歐多拜全無注意到講頭前有車禍未護閃，2台歐多拜全嘛相撞，攏總造成6個人着傷。警方就提醒啊，無論是賽車或者是騎車，攏愛保持安全距離。歐多拜小連線騎經過中華市中山路的大道橋，那像是無保持安全距離，3台歐多拜加1台鐵馬攏做伙，結果後壁的機車未護閃，佫發生2台歐多拜相撞的意外。中華市大道橋路南往中華機車道，佇這個月初2暗時8點半，接續發生2件車禍事故，攏總有5台機車、1台鐵馬相撞，6個人着傷，加載攏只是側傷。民眾騎乘普眾機車行經彰化市中山路大渡橋南端往南機車道，因為保持安全車距而追撞前方車輛，導致3台機車及1台自行車發生事故，後續又造成2台機車擦撞。現場共6名騎士擦挫傷。大道橋是中華統台中烏日的重要車路，但是附近民眾就講，不少機車攏會超速，無保持安全距離，才會發生車禍。真數是事實呢，你即擺甲看啦，早一路超事實的，有時若落啦骨啦落雨，伊會處理啦。機車就是愛行機車道，啊，另外一邊是往南道的部分，本來就要注意安全啊，就是不要超速為原則。警方表示，這2件事故攏是因為無保持安全距離，才來發生車禍。提醒民眾，無論是騎機車也是賽車，攏愛遵守限速的規定，隨時注意頭前的狀況，保持適當的安全距離，避免發生意外。記者楊淑靜綜合報道。